大稻埕的地方，你知道很多客家人到这里来啊，他们是怎么样来的呢？有2个因素，一个就是随着淡水河因为茶叶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最先是来这里做工人，后来呢，慢慢的他就变成老板。另外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是随着纵贯铁路的通车，他们住在他们的故乡里面，听说台北的钱饮卡吧，所以就到台北来发展。其实很多人你知道是在这边开始经商，但是你知道他不会强调他是客家人。通常就是隐性的客家人。大稻埕那时候最繁荣，类似现在的东区啊，所有的银楼都在延平北路啊。吟唱法小时有步都是苦，歌儿双峰双峰，三地三江一条蟲。西門四客腳，當個梯步搖，飯後千百步，唔是上藥鋪。中药强臭有一个好处，我们的老祖宗所留下来那么好的那个智慧跟经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保留它。还能够保持住的，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文化跟观念。那时候其实初步的概念只是希望青草可以推广给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的顾客，但你是在这边是会有温暖的感觉，好像来这里就是休息，然后又有人可以跟你分享一些保养的知识。春上春上夏种，秋树秋树冬藏，春上春上夏种，秋树秋树冬藏。台风抹草加蜜蜂，怪是酸甜叫点你用奶奶呀来讲起，走火草啊人人草，金钱扑火不讲呢，日头太强落给输。哪一个万华这边噶接触到青草巷，你讲强臭冇比主要较差呢。神农八草，颜色飞出；神农八草，颜色飞出；神农八草，颜色飞出。有时候可能一段时间累积什么压力等等的，可能就需要一些药草，然后再来回春。我从小学在店里就一直帮忙到大学毕业，他不会告诉你说你要回来接这间店，但是你就知道那种背后默默的压力，但他们不会讲。什么叫好茶？好茶如家人，难寻。那九顺经营到现在，这第3代都起来了。歌儿双峰双峰，三地三江一條蟲。西門四客腳，當個梯步搖，飯後千百步，唔是上藥鋪。神農百草，顏色飛出；神農百草，顏色飛出；神農百草，顏色飛出；神農百草，顏色飛出。色羅皮，色觀察，醫生改行那當爬，駐長台，隱藏法。